卢旺达有散布萨，中国也有散布萨。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中国美食——韭菜盒子。食材：面粉、韭菜、鸡蛋、虾米、盐、蚝油、酱油、开水、油。碗中倒入面粉，分次适量加开水。面粉揉成絮状即可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用保鲜膜盖住，封30分钟醒面。将洗净的韭菜切碎，碗中打入鸡蛋，搅散。锅中倒油，烧热，倒入鸡蛋，用勺子不停搅拌。鸡蛋切碎。切好的韭菜中倒入切碎的鸡蛋、虾米、油，搅拌均匀，加入适量的盐，虾米有咸味，加入约1勺蚝油，约2勺酱油，搅拌均匀。醒好的面取出一块，搓成长条，揪成小块的剂子。取一块剂子，搓圆，按扁，用擀面杖擀成圆形。放馅儿，对折，压花边，平底锅抹匀油，依个人喜好加入黄油。锅热后，放入包好的韭菜盒子，用勺背轻轻压一压，不停地翻面，直至两面金黄即可。比较新。